乡游子出外打拼，很多人忘不了的就是妈妈的味道。而今年呢，11节的感动时刻，我们要带您来重温这股味道。事实上呢，今天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由亚洲舞团的团长林佩安教大家怎么样做出道地的客家鸡酒。对于客家鸡酒念念不忘的他，是因为生了小孩之后，妈妈天天用鸡酒帮他坐月子，所以吃到这道料理，他想到的是妈妈的辛劳。对，好。其他人尽量的开放你的身体，舞动身体，训练肢体语言。亚中剧团的团员认真排练，而剧团的团长林佩安可是剧团的灵魂人物。都是客家菜，这是控肉。要当心灵导师，还得要负责填饱大家的肚子。好嘞，自己去盛，因为不知道你们要吃多少。为了慰劳大家的辛劳，林佩安总是会带来妈妈的味道。他家人的盖酒，满满一整桌的客家料理，总是能够让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而大家相当喜欢的客家鸡酒，也是林佩安的最爱。坐月子的时候，白饭然后配鸡酒。补身体就是真的超级，马上回忆就好，要让它出油。有了自己的女儿，林佩安也要开始学妈妈的味道。要跟妈妈学手艺，当然要从最爱的客家鸡酒开始。先爆姜，再放麻油，鸡肉也得要下锅炒入味才行。这个麻油的量够哈。当初坐月子，鸡肉还是妈妈特别请邻居养的无毒鸡。麻油的量，妈妈会依她的状况天天做调整，所以妈妈的味道，林佩安忘也忘不了。没有一只炒会烧焦吗？要一只炒吗？出油了。怕林佩安会漏气，妈妈在一旁赶紧叮咛，等到麻油布满所有的鸡肉，最重要的米酒才能登场。腌过鸡肉就可以了。完全用全酒焖煮才够味，焖上半个钟头，放入枸杞就可以准备起锅了。而味道怎么样呢？当然要请师傅先尝一尝。差不多80-90分有了。还蛮高分，有及格。耶！客家鸡酒里面藏有深情，他说自己有了下一代之后，才更能体会妈妈的辛劳。吃妈妈做的这个鸡酒，然后哺乳的小孩，所以这样子一路下来，就是只要提到鸡酒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妈妈的代表。一代传一代的客家美味，林佩安也要用双手记录这样的味道，因为他知道每一道菜都有着妈妈满满的爱。迎接新生命的喜悦，客家妈妈的心意在厨房烹调，特选鸡肉、浓郁麻油，再加上最精华的米酒，客家鸡酒的祝福，林佩安在舞团传递，美味温暖了感动时刻。